正大消息来看，高雄市长韩国瑜进前讲，2020年的总统大选是无公平的选举，因为伊讲伊家己是水果刀啊，对上的是这个蔡总统的洋枪大炮。行政院长苏贞昌阁因为安尼，甲韩国瑜警惕，讲韩国瑜若是炸刀，就要用违反枪炮弹药刀械条例移送法办。所以韩市长早起接受到媒体联访的时阵，专工拿水果刀啊来切水果，请记者来食。有关早起伫现场的状况，咱要请记者黄玉富讲互咱知。市的主播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天早上在市府主持市政会议，外头大批媒体等待市长出来接受访问。没想到一开始竟然先拿起水果刀开始切起水果，让在场的记者摸不着头绪。原来就是因为苏贞昌酸韩国瑜，如果拿水果刀就要送办他。我们苏贞昌院长说，我拿水果刀要把我依法送办，说我今天特别拿水果刀，特别出来切水果，切给大家试试看。拿了水果刀就请苏院长来逮捕我吧。我觉得像我们这种比喻啊。我们苏贞昌院长实在连基本的幽默感都没有，讲话都是酸到不得了。所以我今天一大早特别切水果，拿了水果刀。而针对国民党中评委赵守博要求韩国瑜宣誓戒酒，韩国瑜也亲自回应了。很多外宾也好，应酬也好，我们在现场用酒来敬，是增加气氛。所以某些人说韩国瑜喝醉酒啊、戒酒等等，到底有没有跟我生活在一起？有没有仔细的观察？我是搞不太清楚。另外，今天美丽岛电子报民调指出，韩国瑜不信任度高达近60%。韩国瑜认为，在市长选战前，各家民调已将他打趴在地上，数字都是100%必败。结果开票之后，结果都不相同。他目前也只能尊重。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形，把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。